多謝 Francis 啦，同埋多謝陳局長，多謝兩位頒獎嘉賓，同埋多謝 AIM 頒呢個獎項俾香港電訊企業方案。咁唔知大家知唔知其實咧香港電訊我哋一直咧就提供優質嘅服務啦、網絡服務啦，同埋多元化嘅一啲數碼方案咧，其實俾各行各業，希望可以幫到各行各業咧應對依家平時因為 AI 而衍生出嚟嘅一啲改變。包括咗可能佢哋嘅營運模式啊，或者甚至係可能佢哋平時遇到嘅挑戰。咁我哋咧亦都喺因為 AI 嘅發展得好快啦，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嚟緊我哋亦都會更加投入更加多嘅資源咧，就喺 AI 同埋我哋依家平時唔同嘅新興嘅科技裏面咧，可以幫到各行各業加速佢哋嘅數碼轉型，同埋可以同科技接軌。咁啊，多謝大家，亦都多謝 AIM。